大家好啊，歡迎再次收睇點睇。今日我哋去食台灣嘢，去邊間？去台菜滷肉飯，佢有3間分店嘅。今次我哋去鑽石山分店，雖然唔係總店，但係都要排好長龍喎。今時今日真係難得。佢嘅地址係鑽石山龍盤街3號荷里活廣場2樓235至236號鋪。交通方面，去到港鐵鑽石山站 C2 出口，步行大約幾分鐘就到㗎啦。原來佢嘅荃灣總店連續2年得到米芝蓮推介喎，掂喎。睇下個餐牌叫啲咩食先，有飯啦，有麵啦，有小食，又有飲品。首先嚟嘅係芋泥紅燒豬軟骨餐，包括豬軟骨同埋細滷肉飯。豬軟骨上面有一陣芋泥，都幾香。豬軟骨都算夠腍嘅，但係就唔係好似筋嗰隻質地，個汁就好似係豉油汁都可以。滷肉飯有啲酸菜，有啲辣，滷肉就唔算太濃嘅，肥瘦適中。飯係珍珠米，都幾好食啊！之後嚟嘅係藥膳排骨套餐，包括藥膳排骨同埋細滷肉飯。藥膳湯底即係肉骨茶，但係個湯就唔夠濃。而排骨雖然唔夠入味，但係點咗個醬之後，有啲似腐乳果味，都幾好食嘅。雖然有少少辣。另外就有豆腐卜，同埋金菇，都算正正常常嘅。下一個係玉米起司蛋餅。佢賣相唔錯，一上台聞到好香，仲以為叫咗個披薩啊！因為佢芝士味好香濃，有拉絲嘅效果，再加埋有粟米啊，有蛋香啊，而且個餅皮算厚嘅，有少少香脆，好好食，好滿足。最後嚟嘅係大紅袍珍珠奶茶，咦，幾好飲喎，應該主要係個茶底夠香，正啊！台菜滷肉飯嘅環境、服務態度同埋食物質素整體都唔錯，冇收加一服務費，呢個抵讚啊！食物價錢中等，而且今時今日仲要排晒長龍，呢個真係唔簡單啦！下次可以再嚟試下其他嘢啊！鍾意拍片嘅朋友請記得 CLS， 即係 comment 俾留言，俾 like 讚好同埋 share 分享出去，令到更多朋友得到資訊。如果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，當有新片上架就會收到通知。多謝收看，下次再見。